乡亲朋友，大家安早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3月26日3日客家新新闻，我是陈延寿。当日的早晨9点半，客家新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领来了解，近边另外有哪条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形发展。喺近边呢，就喺3月26日，3月26日係乜嘅日嚟咯？最講呢，假使鄉親朋友先前呢有啲明路巷來駐文，也嚟做安排，對近邊起事啊，就做得陸陸續續去到5天呢，朝上也條數才準備起量嘅。喺量嘅時間呢，差唔多就係對近邊起事到4月初1日期間，嘅先前有駐文做安排，鄉親朋友就唔好唔記得咧，聽出來記得起量嘅。嘅假使啊，很想啊繼續來啲明路巷買嘅咧做安排，嘅天2擺駐文嘅時間就係對籌備起事，咪就係對3月25到3月27日期間，總共呢會有3年嘅時間做嚟本去駐文。韓國唔假使有駐文，咪記得愛去繳錢，愛去費錢，唔好唔記得咧，因為按辛苦有駐文到做咩，簽名限係兩唔到。後生來呢就係對一個事態報紙嘅頭版頭條來關心，嘅有關武漢肺炎嘅疫情係有乜嘅情形嘅發展咯。影片呢就先對一個蘋果日報嘅頭版頭條單稿來看咯，嘅單稿其實佢帶來一個動靜係咪熟悉咯？就係講嘅歷史上頭一擺，日本政府啲草案部時節宣布嘅，嘅東京奧運為戰後1年來辦，也咪係歷史上頭一擺喲。嘅啲東京奧運戰後過後呢，嘅總共呢日本政府為了提差唔多有1759億新台幣按度嘅錢咯。嘅其實呢啲先前大家見討論呢一啲東京奧運到底為繼續來辦嘅時節，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啊，記住東京市佢講佢有3項原則咯。因為3項原則係乜嘢呢？就係講一啲東京奧運絕對唔會取消，韓國呢一啲規模咪做唔得減少，那我哋咪做唔得呢唔開放民眾入場，就係講一啲本民眾入場來減少疫情社會來風險，佢會堅持3項原則繼續來辦東京奧運。啲籌備時間呢，一啲佢同國際奧會來討論過後呢，一陣因為講一啲疫情實在係東嚴重，就講到時節假使有全國按度限數啊、教練啊、運動員也都去到日本、韓國，可能冇辦法保證一啲限數唔會超越到一啲武漢肺炎咯。今年啲草案部嘅時節，佢聽外來留一個東京奧運戰後1年來辦嘅。啲戰後過後呢，又有乜嘅影響呢？因為看下一個東京政府嘅影響，嗰啲籌備嘅消息傳出來過後呢，嘅東京都會指示少持8號字嘅記住講嘅，佢一談到啲消息呢，佢就知道講佢跳下太氣，知道動強鬆，而且講一下一個疫情啊，大部分大家係真正有動態壓力咯，一啲為防疫為做到清朝期，係喺東南，故種呢一啲少持8號字呢，佢係喺有公道嘅哦，一啲東京都政府稍來呢會同另外嘅指出來做準備，所有嘅問題今年都會有答案，唔過呢也千重要應付係大家呢愛來上網做好防疫，也咪係全世界大家也係目標，也係東京都政府官方立場。佢哋運動員鴉片呢，佢對一個東京奧運為戰後1年來辦，又係用嚟看咯。佢先前啊，就係講有一個田江嘅10項全能世界紀錄保持人嘅一個法國選手按到每年哦，佢對一項決定呢，佢係表示動前天，佢表示講冇問題啊，但對一個決定啊，按照你繼續來等，講戰後1年其實對大家來講未係較好嘅。那我哋韓國有一個馬拉松世界紀錄保持人一個田亞選手呢，一個吉普喬傑，佢未有表示講嘅，佢因為呢一個東京奧運戰後係一個同啲動嘅決定，佢當期睇佢高鐵日韓咗繼續去到日本來成功衛冕一個馬拉松嘅比賽，佢咩當希望呢到時間呢，大家呢第一時間呢，大家做嚟繼續來保持空間，也係運動員呢都知道對一個東京奧運為戰後1年來辦嘅呢個決定，其實都有同正面嘅反應咯。那我哋第一個東京奧運佢天為戰後過後呢，一下官方嘅宣布嘅，就算講一個東京奧運為戰後到2021年來辦，唔過呢到嗰段嘅時間呢，一個名嘅限係冇改變咯。到時這個奧運嘅名嘅限係按到2020嘅東京奧運，所有嘅名嘅都唔會改變咯。前主要呢可能就係講，一下有動到嘅贊助商啊，韓國有廣告商，可能一下呢都留一個名嘅完上去嘅，假使以下係為了改一個名嘅，可能對家條會有動態影響。喺其他一方面呢，佢東京奧運戰後1年來
1年過後呢，佢對所有嘅一個廠商嚟講會有乜嘅影響哦？前主要呢就係講，現在一下一啲門票，已經係賣到動手頭嘅。所以講你也大家都見討論講，一定要賣出去嘅門票，下來呢運用嘅來處理咯。如果要將一條贊助商啊、政府單位啊，同大家一條限數嘅儲蓄，一條飯店，一下已經本身都同大家講好嘅，一下可能要係起手嘅。故所呢要按照廠商一條我重新同一條來講一條契約，為來當契約咯。故所呢一啲東京奧運在後1年呢一個廣告上，其實一下蠻開始，就已經有廠商是差唔多有31美金，我來打一啲廣告，一下呢做錢都係重新來參詳，也可能呢都係廠商會對廠商會帶來損失。佢也係第二部分方面，佢從一個東京奧運在後1年過後，對台灣嘅體育界來講，又有乜嘅影響哦？其實呢，影響前提前主要呢就係亞條運動選手嘅，認真遇到今年嘅東京奧運，其實有動作選手，亞條對去年其實呢就3萬經典，希望呢喺今年7年嘅時間呢，做得維持前後嘅狀態哦。唔過呢一下我在後1年過後啊，亞條所有嘅訓練計劃做前都會打亂睇咧，所以講亞條對一下其實為遇到在後1年來重新做準備，就加。是啊，從一條卡多些運動選手啊，可能到嗰年嘅時節，身體情形可能就唔會安好。故所在後1年對家條來講，沒有動態損失咯。也嚟做媒體講，從係關於一啲乒乓嘅選手啊，總之言，佢今年已經39歲，佢高齡年就會到39歲哦。故所呢，多一些對佢體力來講，會有乜嘅影響咯？也呢，大家還係愛來看咯。那麼呢，啲其他台灣嘅選手方面呢，也大家真關心嚟講，就講本單呢今年啲新年初嘅時節，嘅台灣嘅野球隊佢到底做嚟參加奧運冇？做一款新年初嘅野球嘅野7面自決賽嘅，因為自決賽本單係啲新年初嘅時節，我來拍一下呢，本單係講我正後到6年4萬嘅，唔過呢一下野球嘅人士就認為講野奧運正後1年過後，野自決賽可能咩唔會來拍呢？故咗台灣野球隊到嚟早地來參加嗰天嘅東京奧運冇，可能呢行為看下來台灣啲一啲世界錦標賽嘅相關嘅成績，將有辦法來決定咯。係蘋果日報同大家帶來消息。下來呢，現在個我來看呢，其實也趁以前對台灣呢所有嘅民眾，無論係教育啊，還有有種經濟同民生成分，都有帶來動態影響。嗰種呢，行政院佢啲籌安部下晝5點時節就加開一啲臨時嘅記者會，同大家呢我來宣布佢要來推出一啲紓困2點檔嘅政策。其實呢，先前呢一啲行政院呢，佢已經有準備600億元按用嘅紓困預算，我來同所有嘅企業、產業來聽紓困，都會籌備下晝嘅時節有宣布嘅會增加400億元，總共呢總預算會來到1000億元按度嘅規模。佢還有乜嘅相關嘅減免措施、紓困措施呢？佢就講到嘅。所有民眾嘅所得稅做得滿1年來繳，韓國有一啲紓困2點檔政策，針對用事嘅老人家，韓國有上4年嘅一條，但今年呢會加發1500元。韓國有將駕駛有買房嘅民眾，未要注意嘅，最講nhà屋稅啊，一條利率沒有降低，你看一下一條詳細嘅內容到底有乜解呢？其中行政院佢啲籌備嘅時間就有宣布嘅，所有民眾呢本來係啲今年5年嘅時間呢，為來繳一啲所得稅嘅，講呢，都是指認真講，一啲以前對大家經濟會有較大影響。故所有民眾一啲所得稅做得滿1年來繳，佢假使係為分期嘅話呢，你就做得本做3年按用嘅方式來繳。韓國人家有同鄉親朋友講到嘅，就講一啲28嘅紓困預算呢，總預算基金規模來到嘅1000億元按度，希望呢做得聽出到韓亞島嘅民眾。佢對一般呢老百姓來講，他有感覺措施，就講一啲瓦斯費未來來降低嘅，就講一下呢一啲一桶嘅瓦斯差唔多係20公斤嘅話，佢差唔多佢一下呢有相關嘅措施，就係表示講一啲瓦斯佢也。費用呢會再個老幾公底，最講1公斤會公底500元，最講假使1桶係20公斤，佢可能就會公底100元按度。那麼呢，啲照顧用事業方面呢，最講一項家事客戶總帶數年戶資金嘅人，韓國有將用事嘅老人家成年嘅一條誠心障礙者，一下呢就做得
给大三年的惩罚补助，或者个增加1500元来照顾5亚条。也呢，卫福部就统计嘅经理讲，一下呢就增加相关的照顾措施过后呢，差唔多呢会有100万人向数为多。然后呢，韩国有从亚条。企业的部分，政府的筹备时间没有来接天哦，最讲一条水料、天料呢，每位同事来讲大约。佢行政院呢，其系公布的针对也嘅水料部分，佢企业也部分做的减免5%，韩国大涨呢有上限系5000元。故上呢，另外第一个天料部分，从亚条中小企业咪青岛做的减免4%，大涨呢上限有4万元。希望呢对亚条企业，现在亚下呢有动到。企业都基金无成立嘅，强强会挨唔下去。嗰種行政院呢，針對一個企業、水料、天料會有相關嘅減免措施。然後呢，韓國有一下每次都講有動產咪做一啲觀光理想業嘅，行政院咪針對嘅一條觀光業，講價條唔單像水料、天料會有大在以外呢，嘅政府呢也還會刺激8000本一條，講一下呢一啲觀光理觀業。大件呢會有補助20萬元，韓國有從一條民商業者，一件呢會有5萬元到10萬元，主要係看業規模嘅。韓國有從一條旅行業，一件係有10萬元，觀光遊樂業，仲係遊樂園一條，一件呢。係有20萬元按度嘅補助，政府呢是按度錢就會講希望減輕亞症疫情對所有產業，還有對國內經濟影響，就會講一下呢唔單槍係有動到調價，就是都講強強會挨唔下去嘅。其實呢連一般嘅民眾生活呢有受到動態影響哦。韓國呢再過來看到一啲自由時報同大家帶來嘅國際方面嘅消息，就講呢一下大家其實國際上都3萬我來做防疫，唔過呢一下呢唔單槍係變做一個防疫戰。變做嘅外交戰哦，佢就講到呢，台灣呢喺去年嘅時間呢就警告世界衛生組織，講一個病毒，武漢肺炎病毒係有可能會2本人嘅，唔過都是幾時間呢 WHO 呢未冇直接嘅回應案例，故所呢一下呢美國有這個批評呢，中國係暗抗疫情，造成呢也全世界嘅疫情暗嚴重，也呢一個從美國嘅外交方面啊，發言人係嗰個從中國嘅發言人，今日呢都啲網絡上相互呢來罵去哦，將係也嘅美國嘅一個相關嘅外交單位、外交發言人，佢就認為講就係講中國嘅片暗抗疫情，就會造成一下全世界外防疫就整件東南，造成全世界有很多人才會到。韓國嘅唔單像美國嘅片東險，就連歐美嘅外種，咪係有暗嘅感覺，全世界呢都堅批評中國有暗抗疫情暗嘅做法，故所呢懷疑了疫情變到很厲害。其實係用嘅情形咯，其實前主要呢就係講台灣呢喺去年12年代嘅時節，就有發現呢本日嘅 WHO 就警告講一條病毒係有可能會使本人呢向大家呢外來特別注意。唔過幾時呢世界衛生組織佢冇買回應，佢但將簡單回應講哦數到嘅同大家沒冇警告大家，而呢病毒這塊來也就大家見檢討講，幾種時呢假使世界衛生組織態度很積極地位，可能呢一下全世界疫情就唔會按嚴重嘅，故所呢大家一下就動腦，中國韓國有動腦 WHO 一方面咯。也關於喺國際方面嘅消息過後呢，再過來關心一下籌備台灣政界一條相關嘅疫情。喺籌備呢，指揮中心就宣布為台灣總統政界21例嘅一個確診案例。本等呢啲下晝2點嘅時間呢，記者會指揮中心呢將公布20例。唔過呢都係下晝嘅時間，因為指揮中心要緊急發出嚟聲明稿，講其實含有新增加一類本土感染個案，一類本土感染個案呢，佢係同先前對境外來到嘅一類法國人有接觸，故所呢佢前面呢未測未到嘅，韓國呢一下呢就有講。就公布嘅佢係一個清華大學一個研究員咯，佢係啲前一步嘅時間呢，同另外強用係法國系嘅一個人有接觸，只咪冇生意測未到，也呢佢接觸人差唔多呢有22、3人咯，第二期確定測未到過後呢，一個清華大學未
同大家讲嘅，就係講一下全球差唔多有900人曬學生嘅都會受到影響，就係講有一度嘅考場同一度考證片裡有接觸人，一下呢都係用線上教學方式來上課。然後呢，韓國有啲籌備時間呢，還有增加一類對境外細路來嘅特別嘅案嘅一類將5歲嘅細亞妹嘅，佢按時係用嘅設備到嘅咯，佢就係啲前一步嘅時間，天天嘅媽媽去到土耳其參加員工旅遊。嘅時間呢，嘅舉團呢總共有27人，嘅前面呢都今年就係一類細亞妹嘅5歲細亞妹嘅將設備到，其他26人啲一切時間一下呢都係陰性呢，一下呢指揮中心都係喺啲追蹤當中哦。韓國呢，每見同大家呼籲，就講認證一下國際疫情真係非常厲害，唔好就有賭錯化嘅心態喲。就係講其實以下出國真件都危險，就假使人有帶罪每一條限係有可能會測得到，故從請大家也是節真件都唔好出國了喲。尤其係一條疫情輕嚴重狀態啊，從係歐美國家土耳其一條所在真係為特別來講什麼，佢也係關於疫情嘅方面。佢另外呢，認證一下呢，嘅中國嘅片呢，疫情有漸嘅分下來嘅，故所大家其實當關心，佢啲武漢嘅片呢，台灣人一下情形係樣嘅咯。最講呢，對亞健嘅意思啊，嘅中國政府就有宣布嘅，佢針對武漢地區有啲所在都已經有嘅檢疫，而且先前也都唔係有封上呢。最講對亞健嘅意思，假使有相關嘅6票，最講有空前證明嘅民眾，你就做得自由嘅來出現武漢地區嘅部分地區嘅，就一下呢，其實呢啲籌備時間呢，就有立法委員關心到，就係講一下歐美疫情案例開，唔過呢政府係呢基本歐美地區嘅民眾來入境，唔過從武漢地區嘅台灣人都認為台灣政府係呢有落架條做主機，就係講架條總的青菜架條對武漢地區轉來台灣，嘅一時間呢都見一啲武漢肺炎嘅疫情已經有卡翻呢，嘅架條做地轉來台灣麼？做啲老架條嘅一啲主機來取消麼？其實呢籌備時間行政院呢有來開會討論，唔過呢啲籌備時間還冇明確嘅天，可能呢我等到建備討論過後，也將會有相關嘅措施來公布。籌備呢一啲都為非作為陳明通呢含係啲回答呢位主持人時間，就有講到一下呢武漢嘅因為還算係重災區哦，故說呢相關的武漢肺炎台灣人嘅權益或用來保障，那用時呢將對開放本屆到應對台灣哦，一下呢含係愛來繼續來討論哦。喺以上呢就會準備有關一個武漢肺炎同大家來整理嘅相關信息，前面還能提倡鄉親朋友對準備意思做啲兩者人呢，請大家呢來記得去朝上兩條先前啲苗路方來做份呢，也嚟做人呢。喺以上呢就係28日客家新新聞嘅有關疫情嘅最新消息，嚟繼續同來狀報。